頭先來看這高雄燕巢是發生一件小貨車弄入鄰家厝的意外，害這細厝的大學生無水嘛無電通用，也那車頂2個人是輕傷。根據了解，這台車是動保處外包人員的。警方表示，這姓伊的駕駛是有食酒，酒測已經超過標準4杯，除了是照這公共危險罪加移送偵辦，動保處也要追究相關的責任。就這一台，對，然後從外線剪到內線之後，再整台剪進去。七十八暝高雄燕巢大仁路一台白色貨車速度真緊，佫無照車道駛，佇咧頭前的轉彎就直直駛對電火條仔邊，弄對人的人家厝去，規個車頭弄甲密密麻麻，已經變形。左手邊姓施的查甫人家己爬出來，不止個賽車姓伊的駕駛也夾佇咧車內，等到警消人員到櫃才順利甲人救出來。甲在車頂2人攏敢若輕傷，警方表示駕駛有食酒。靠也掉的無？啊，你有法度豆豆存起來無？好，來存看賣。駕駛魚腩經呼吸檢驗，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，將依照刑法公共危險罪函送地檢署偵辦。鐵門不能開嗎？開不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哦，是哦，看他沒撞到呢。他在最角落那邊凹進去了。那天毛毛去無法度出門，包括電表、水道頭嘛攏害了了，害細厝的學生囡仔無水無電通用。對貨車車頭邊有看到高雄市動保處6個字，警方也證實，這台車是動保處的公務車，車頂2人是外包人員。附近民眾講，有聽因講，哪像要去救貓啊？說他們接到路主通知說要救一隻貓，所以他們就要趕過去路主救貓。並要求廠商解僱相關涉案人員，並依契約規定嚴予追究責任，向廠商求償相關損失，令人員醫療及民宅財損部分則由承攬廠商負責處理。受傷的2人也佇咧病機觀察，不止個佇咧出勤的時陣食酒賽車，酒精分佫超過標準4倍外。動保處強調，將會全面檢討外包的管理機制，避免佫發生同款的代誌。記者柯家族、邱朝陽高雄場報道。